6点是哺乳养育恩。喂母奶是真的很辛苦的，有些人虽然没喂母奶，他也是要半夜，刚刚讲半夜都要起来一次。那这个喂母奶真的，人家说母奶就像妈妈的血一样，你喂到1岁可能也有在喂，不管你喂几个月，这种喂母奶就是妈妈的体能，然后你的精神这些营养都是非常耗损的，所以哺乳养育恩我们也要去报答。那第7个是洗涤不定人，就刚刚讲的把屎把尿，有的妈妈看到这些，可能有一些人看称把来，可能看到这些污秽的东西，他可能自己都觉得很恶心了，可能会去旁边吐了，但是为了自己的小孩，他还是愿意去做。那第8点是远行意念恩啊，小朋友开始可以上学了，可能有一些出远门去念书，那在异乡的父母就会常常思念远在他乡的小孩，这个远行的意念之恩啊。那第9点就是身家体恤恩，父母的恩情重，你真的要去报答，实在很难。小孩子受苦，他都愿意去帮他受这个苦。看到小孩很劳累、很操劳，当妈妈的心里又很不安。那第10点是就近怜悯恩，这个除了他的怜悯是没有休息以外，父母对子女的怜悯是没有休息。妈妈就算活到100岁，她还是在烦恼这个80岁的小孩，这一辈子的，人家说甜蜜的包袱了哈。不管今天妈妈几岁了，她还是在担心啊，然后牵挂着她的小孩了哈。所以这个恩情哈，要知道这种恩情什么时候断了，只有这辈子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才能割舍掉了。有一些还没有办法割舍，就一直牵挂着，就变成有了挂碍。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孝对我们来讲，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许呢，就故意找了这张图，你看这个孝字你看上面是小孩长大抱着妈妈，下面是小孩小时候需要妈妈怀抱。那这个孝字就是一个老字，这个老，然后依附着一个子，那我们跟那个父母的相处就是这样，小时候我们要依靠父母，他这样照顾我们。那父母年老了，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当父母的依靠？是不是可以当父母的依靠？所以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我们要行孝呢，这个定义我们大概把它列举出来，当然不止这样子，那或许只是大概把它举例第一点呢，孝它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本来就是做人的基本我们虽然是与生俱来的，可是我们现在看那个社会的变迁，资讯发达，科技的进步，大家都接受一些西洋的那种教育啊，又变得很普遍。所以呢，把这种比较原本最传统、最基本的，变得把它扭曲了。新世代他最喜欢跟父母说，你如果教育他啦，然后为他好，讲个几句，他们就会说父母都在情绪勒索他们。那教育几句就说不要再倚老卖老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对，不适合这种方式。那其实时代不同，不是跟孝一点关系都，跟你不孝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或许觉得现在的这种学校的课本在讲孝道的这种文字也好，或者故事也好，都比较少了。或许记得小时候的课本在讲孝顺的这种故事非常多啊。你像古时候的皇帝要治国，他们也是以孝来命名孝文帝、孝武帝之类的。那舜啊，他就是一个大孝，舜的故事大家都是常常听到的。那黄香温杯我们在念伏魔真经也有黄香等经那个
他帮父母温备的故事，还有乌鸦反哺啦，然后羊羔跪乳这一些，这样或许这样子青菜这样念一下，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故事可以讲。那相较现在的课本课纲里面谈孝道，其实就比较缺乏，因为现在重的是什么？比较重视文凭跟学历，然后社会比的是财力跟地位，所以基本孝道呢，变成一种比较形式化跟轻描淡写这样子就带过而已。现在小朋友我们所谓的孝子都是所谓的第25孝好度了，我们要孝顺小孩。或许呢，常常从小朋友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就看到小朋友身上都很轻松，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的餐具袋啊、书包啦，什么有的没的都放在妈妈的身上，都是妈妈帮他提去教室里面，然后大包小包，你有一个小孩，你就提了好几个袋子，更何况有2个小孩、3个小孩，那妈妈就像一个行动衣架一样，整个就是很辛苦了。然后夏天非常热，有时候又不舍得小孩进了校门，又不舍得把书包给他，然后就直接又把他背到教室里面，然后放下。可是小孩呢，他连一句谢谢或者是妈妈你辛苦了这个话都没有，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所以那小朋友他没有办法去感受，他觉得说父母对他的爱是固然的，他是正一定的，但是他没有去反过来去思考。所以或许呢，看到现在的小朋友这样子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真的一点最基本的他们都没有办法去体会，所以当后学除了教育自己家里的小孩，在这种礼貌也好啦，然后做家事也好，就是把他们教育好之外，在带读经班的时候，或许也会想各种的方式把这个孝道跟礼貌落实在这个生活当中。因为小朋友你安排他做家事啊，或做什么，他刚开始他会不愿意。那因为他们还小，所以我们就只用奖励啊来诱惑，也不能说诱惑啦，鼓励啦。那因为刚开始你要去做这些事，他还没有很习惯，所以我们就用奖品，然后几张几点这样子，让他安排回家帮忙做家事啊，帮妈妈按摩啦，然后每天的早安、晚安、问安，或者是回家说我回来了这样子，让他的日常跟父母的那种孝行，就是变成是一个很正常，然后每天该做的事，久了他就变得习惯了。所以其实这种就叫边做边教育。我们好比我们刚刚进道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开始在做志工，我们都做无畏师，但是做志工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图一个功德箱。我们会觉得，这样子做可以那个增加自己的福报。可是你慢慢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你深入了解，不着相才是一个究竟啊。这个也是所谓的我们要借假修真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行为。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每天我后学呢就觉得说，这些其实看起来是很日常的东西，会很基本的东西，那为什么要一再一再的这样子讲，一再一再的这样子提醒？就是真的现在目前呢，少子化，每个小孩其实都是父母的，真的是宝贝了，所以呵护过度变成养成小孩就是不懂得体恤他人，不懂得去那种尊重他人所以你看我们在古训里面，我们也常听到百善孝为先孝经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不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道就是德性的根本教化的出发点。但是我们现在父母的溺爱过度呵护过度，变成说小孩太不体恤他人了，变成太溺爱，变成有一种骄纵的行为，没有责任的行为心态。
或许就是在新闻里面看很多这些新闻啊，就是有一个吸毒跟诈骗的一个男生，然后他被警察逮捕了，他当场还哭着跟警察说他要找他妈妈。一个吸毒诈骗这样子做尽坏事，结果他被警察抓到了，他完全没有承担。他说他要找他妈妈，然后找到他妈妈以后，这个妈妈还帮小孩子顶罪哦。妈妈还说这个都是他自己的，罪魁祸首是他哦。你看天下父母心呢，所以你这么的溺爱这个小孩，结果却养出一些我们所谓的靠爸族啦、靠妈族啦，那些妈宝。那前一阵子不是在几月的时候，不是有新竹有一间轮胎行嘛？他一个老板的二儿子，不是也买了一桶20公升的汽油，然后就把家里纵火，家里一共烧死家里的人。就是妈妈，还有他自己的妻儿、自己的小孩、他的嫂嫂什么的，家里4大4小，全部都葬身在那个火海当中哦。这种人伦悲剧也是震惊社会啦，也让人家蛮心寒的哈。就是自己有什么样的怨念，连自己的父母，连自己的母亲啊，跟他全家人、自己的小孩妻子都不放过。像这种杀害亲生父母在我们那种修行来讲，佛家来讲，人他这样子杀害自己的父母亲是忤逆大罪，他不是只有在世难逃这些刑罚的那个制裁，他往生后其实要打入无间地狱，他不间断的都在受苦的。所以说，其实做父母的有时候也很无奈啊。其实那个招那个轮胎店这个小孩，或许又看一些在讨论，然后他说，其实同样的教育，但是你不一定有同样的结果，因为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有反人格特性的这个比例不多，大概4%，因为这种小孩他没有同理心，他没有感恩的心呐。有时候说真的，姻缘他可能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说难免相同教育，他的哥哥这个烧房子的这个，他还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就很认真他还当职业军人他也是在为了要养家，然后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但是这个人好像就是喜欢玩游戏啦，然后做一些投机的事情所以说父母有时候也很难为啦。其实教育相同，但是为人父母难免都会有偏爱的小孩所以就会造就这种宠爱的小孩。所以我们父母其实我们要好好重视自己的身教跟言教我们父母身体所做的行为，然后你嘴巴所说的话，跟你的思维造作，其实都很容易影响小孩。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看我们父母的这些言行对一个小孩的成长，它是影响有多少？Looks 听一下 like 声音 rain again today. Dark clouds gather and fill the sky.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jus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 Have you actually got a driver's license?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Learn this movie.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刚刚的影片应该有声音了哈。所以我们做这些那个爸妈是孩子的镜子啊，所以你的行为呢，跟我们的教育都反射在孩子的身上。从影片我们看得到啊，父母所做的这些那种言行啊，你做什么，小孩从小他就学着你做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也在听很多故事啊，之前也看过一个儿子，他娶了媳妇，然后媳妇呢，当然对自己的公婆不见得都这么的用心啊。他们儿子媳妇，那儿子可能又听媳妇的，所以对父母亲啊，就是也比较不敬重不孝顺的。那有一次啊，这个父亲啊就在桌上吃饭，结果不小心把东西打翻了，然后媳妇就很不耐烦啊，就觉得说你怎么连吃饭都吃不好，就叫他那个碗破掉的捡起来，一样再用那个缺角的碗，一样再用那个装给他的那个公公吃这样子。然后吃完了，然后这个小孩他就说，那他把这个碗收起来，因为他妈妈说这个碗已经破掉了，你拿这个破碗干嘛？说没有啊，这个碗我要收起来，以后要给你们2个吃的。所以他父母自己就知道说，他的言行，小孩其实他已经都在这种生活当中，他的举动当中，他已经在吸收了、学习了。就好比刚刚的影片，小朋友你从小给他什么样的教育，他就做什么样的行为，回馈在你自己的身上啊。那我们在百孝经也常念到啊，孝顺就能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明显的。其实我们看看自己再看看孩子啊，其实我们自己做的是不是有这么的那种得体啊？那小时候又有听一个故事啊，就是人讲细汉啊，头班补大汉的偷看路嘛，那这个故事是一个小孩，他小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可爱、聪明伶俐的小孩。那这个小孩呢，他刚会走路的时候啊，他就偷偷的在人家在那个以前都是卖那些杂货啦，卖一些针线包什么的。那这个小孩就很厉害，他从小不知不觉从这个杂货摊里面偷了一根针啊。那偷一根针回家呢，就给他妈妈看，然后他妈妈居然没有责备他，还说哇，你都没有被人家发现哦，这么厉害，还帮他表扬了一番了。后来呢，更长大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呢就开始怎样偷人家的玉米跟农作物。那母亲知道啊，也没有制止他。那后来呢，长大他就一定就偷更贵重的东西啊，父母知道了都没有制止哦，所以他长大了就偷了很多的牛马啦、金银财宝啦。那以前偷窃罪以前的那种判罪都比较，以前的那个什么官府啊是比较严格，依照他淳朴，没有像现在说窃盗罪还不会怎样。那以前窃盗可能要被判死刑了，因为他已经偷太多了，然后人家要秋后问斩了，所以他临斩之前呢，那个监斩官就问他说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啦，或者什么遗愿？他说有啦，我有一个要求，我想要在死之前再见我妈妈，我的母亲要见她一面。那当然啦，刚好妈妈也要来给他送行嘛，所以这个法官就满足他的要求啊，然后他就叫妈妈来旁边，结果他说妈妈你过来，我有悄悄话要跟你说啦。然后他妈妈就过来，他靠在他的嘴巴，结果那个小孩啊，他已经长大了，这个人他就把他妈妈的耳朵咬下来。他就说我小的时候偷东西啊，母亲你都没有制止过我，现在我非常恨你所以你看
他就是从小他认为他妈妈都没有把他教好，没有把他告诉说什么事情是你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不对，你要让他有一个准则哦，而不是这样子都是用溺爱宠爱的方式啊。所以你看我们听孟母的故事啊，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孟子的他妈妈就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你看他搬了好多次家，哦，搬了好多次家。然后我们常常就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这种蓬生麻冬哦，不服至迟啊，哦，所以我们那种每个人你把他放到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他就会学习一些好的事物。所以《三字经》就说习孟母，择邻处，哦，这些在经典里面，其实从古代就这么的告诉我们了哈。所以呢，其实刚刚我们讲的这种要依品德，依品德品性来教育哈，比你学历还有你的才艺哈还要重要。那当然啦，我们在这边也是要跟大家讲个题外，有时候啊，父母就是也很奇怪，小孩要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反而都会觉得说，他们比如说生日啊，买个东西回来送你啦，或者是说啊要带你去吃饭啦，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哦，子女晚辈说要带我们出去玩啊，要买东西送你，都说哎不要浪费钱呐，然后要吃东西就说啊在家里吃就好了，卖不猜忌的，啊不然就说啊买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就是会嫌东嫌西啊，那你一次又一次。你这样子讲哦，你有说啊卖不太紧啊，不要买啦，这样久了，告诉你哦，久了以后那个晚辈就不会想到我们了。他要去哪里就想说啊，反正哦不用了，妈妈也不喜欢去啊，每次约他都不要去啊。啊你要买个东西啊，反正妈妈也不喜欢吃啊，就是会觉得想到以前的阿嬷都说哈，吃鱼头啦。然后阿嬷很喜欢吃鱼头，阿嬷怎么都吃鱼头？还跟阿嬷爱吃鱼头。他说好啊，那以后我长大赚钱了，我买很多的鱼头给你吃啊。那其实就是舍不得那个让小孩吃苦，所以自己都委屈，自己情愿去吃比较不好的，然后都给小孩。那当小孩有能力的，他想要回馈我们的时候，其实后学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人啊，其实是可以接受孩子对我们的这些回馈。其实你看，从小这样子一个小孩，从小到大带到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啊。所以孩子他愿意懂得去回馈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接受。小孩真的他赚钱了，他拿钱给你，你也不要说啊没关系啊，你留着就好了，我不缺。其实你帮他钱攒下来，你不一定自己去花掉，你帮他储蓄起来，以后或许他们有机会要用到什么，我们都可以帮忙的。但是你没有拿，久了就变成一种习惯，他也不会再想到你。那或许也常常会跟读经班的家长分享哦，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吃东西，他们都很有分享力，他都习惯要吃东西之前会先拿给你吃。那很多父母就是说啊，不要，你吃就好，你吃就好，啊，不然就说啊，我不要吃，我不喜欢。其实不管好与不好，慧学在这边也是可以呼吁，你现在有小孩，有小孩的，或者是有大小孩都没关系。当小孩他拿东西给你吃的时候，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给他。其实你在小时候你养成这种习惯，你拿东西给他吃，你吃不，他拿东西给你吃，你有吃，以后他每一次他要吃东西，他一定都会想到你，都会先拿给你。慧雪女儿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在之前慧雪会常常说啊，不要你吃你吃，其实都会觉得说那小孩子吃的零食啊，我们不喜欢吃。可是后来慧雪就是有看到这样的报道，就是说，当小孩他现在有在想到你的时候，你要习惯去接受。所以小孩拿东西给我吃的时候，慧雪都会不管有吃没吃啊，装个样吃一下也好，这样子啊，要谢谢他吃东西，就想到
到现在哦，或许的小孩他同样只有倒一杯水或者拿一个饮料也好，拿一个什么东西也好，他要吃之前，他都已经先给我吃一口，然后他才自己吃。所以其实真的，你从小的这个身教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的奠定在他们小小的心里面是很深的。好，那第3点呢，教是我们立身行道的基石啊。然后孝呢，其实在我们世间的孝就分为3种嘛。第一种就是小孝，就是以物养亲嘛。然后呢，第二个忠孝就是以事顺心的。大孝呢就是以德拔亲的。那最小孝的部分就是说，你拿东西去供养父母。我们所谓这些干食供养让父母衣食无缺啊。其实在你让他吃，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孝道。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论语里面都有念到这一段子曰：今之孝者，自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样，不敬何以别乎？你今天拿东西给父母吃，然后但是你没有心存敬意，你只是让他喂养他，那就跟你在喂一个猫啊狗啊这样子。你看现在的猫狗真的都是吃好穿好用好真的人家说的所谓的好狗命就是这样或许常常在路上看着人家推着那个婴儿车，还以为里面有小孩，然后就好奇的看了一下，就里面都是小猫小狗的那这样子用心推着呵护抱着，我们常常讲说，那对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呵护？我们常常想说，多久你没有去抱过你的父母亲了？你多久没有跟你妈妈这样子好好的呵护他？你看现在的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推也不是自己小孩在推，现在几乎都是外劳在推比较多所以你看我们跟父母她怀孕，就是我们要刚刚前面第一章图，就是你在妈妈的怀里，你可以自主独立的使用，至少要3年的时间那我们有办法用这3年对父母这样子做一些孝敬的动作嘛？所以在那个大海那个什么阿含经里面也有讲他说父母父就到你让你的父母坐在你的左肩，你的母亲坐在你的右肩他在你的肩膀上面，你这样子供养他，你背着他，然后甚至他在你的肩膀那种屙屎屙尿，他这样子这些，你这样子供养他到他100岁年老都还没有办法报答他这辈子养育我们的恩情所以说《孝经》里面也有讲到，他说追日用3升之养，犹不孝也。如果我们今天只是给父母吃，然后就只有做到这些表象的东西其实这不算是一个孝道了那后学这边有一个孝的影片，就是它比较长后学就用人家有把它就是缩短。这个女孩天生残疾，但不可思议的是，她拄着拐杖去参加马拉松比赛，而且还赢得了所有正常人。一部真实故事改编，感人励志，建议分享给孩子们看一看。女孩从小一条腿发育不良，只能一条腿走路。母亲在她刚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只能和父亲相依为命。可不久前，父亲又得了脑淤血，整个家的重担就落到了女孩的头上。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在家照顾父亲。家里的钱很快就要花完了，但还要给父亲治病买药，他只能出去找工作。可因为是未成年，而且还是个残疾，就连刷碗老板都不肯用他。这天他在找工作时，看见了一张马拉松比赛的报名表，拿回家里一看，第1名奖励3000泰铢。他看着家里马上就断粮了，父亲的药也没有了。再看看躺在床上的父亲，他决定去拼一下。第2天，他拄着拐杖站到了人群之中，所有人都对他投来了不可思议的眼光。比赛开始，女孩一瘸一拐，努力的不让自己掉队，运动员们也对她议论纷纷。
可最后他还是被拉开了很远的距离。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人员想为他送上一杯水，可一转天气的热又累，他终于接受，所以他还不能放弃。看着父亲曾经在他拐杖上刻的字，如果可以，爸爸愿意为你受罪，但现在他要为爸爸受罪，所以他再次站了起来。同学们见到他参加马拉松比赛非常吃惊，曾经拒绝过他的老板也觉得不可思议。经过几个小时的时间，他终于走到了终点，但这一幕让人十分感动。所有人都在这里一直等着他，包括那些运动员们，没有一人冲过终点线，因为他们要把第一名留给这个女孩。原来有人把她拍了下来，然后发到了各大社交平台上，于是就有人讲出了女孩的经历，然后她感人的事件迅速扩散，在场的所有人都纷纷为她捐钱。在大家的帮助下，她不仅仅拿到了第一名，还让她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父亲终于能得到治疗了，他没有因为天生残疾放弃自己，更没有因为父亲生病放弃父亲，而是努力寻找救治父亲的方法。是孝道使不可能变为了可能，就算生活再苦，他都一直在不懈的坚持。所以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不要随意的放弃，咬咬牙坚持一下，早晚会过去的。好，那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啊哈，因为她是一个残疾的一个女孩子，那她也没有赚钱的能力啊。当然，孝不是用金钱或物质来衡量，可是她要帮忙分担她的这些家事，照顾她的父亲哦，她没有办法，也没有人要用她，所以她就只能想到这个方式。那社会其实是也蛮有爱心的哦，现在的社会尤其这种社群，其实也是一种优点啊。大家这样子普遍的传达出去，就可以让他其实他是孝，真的是感动了很多人。所以说这个影片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哦，孝就是，不好意思，同学，不好意思哦。所以其实孝是用我们的那种行动来那个实践的。那第二点呢，忠孝呢就是以事顺亲啦哈。其实不入父母啊，这也是我们执行孝顺的那种之一啦。因为有时候啊，父母啊，他年纪已经大了，然后有时候他的那种反应啊、动作啊都比较迟钝了。有时候呢，他的一句话可能他也会这样子重复的问哦。以前后学在带日照老菩萨的时候，真的老菩萨这个跟老菩萨在一起，你才真的能感受到说，我们人其实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尤其现在社会啊，失智的问题也还蛮，就是在目前的话，失智问题真的很多哦。有一些人他真的刚开始在失智的时候，就是他很容易健忘，然后事情讲过了呢，就一直反复的在讲。那当你是晚辈的时候，跟父母住的时候，他一直除了动作变迟缓以外，他的讲话啦，然后记忆啦，也是常常在反反复复的问。那是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同理心跟这个耐心去体贴谅解他们？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很多烦事要烦，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小孩也好，我们很多事情要来那种自己要去负担。那家里如果又有长辈同住的时候呢，其实长辈他们是很孤单的。或许常常看，除了现在已经没有日照，或许偶尔都会去老菩萨家里这样子看一下他们哦。但是真的是发现这些老菩萨，除了可能有外劳的陪伴以外，有一些他可能都是自己一个人。那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退化真的是很快。你跟群居生活跟单独生活真的是差很多。他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跟他对话，他每天就是只有在那边看看树啊，看看天空啊，然后眼神就变得就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灵活。
当然你回家他就迫不及待想要跟你讲几句话，但是要跟你讲话的时候，当我们又很忙的时候，我们的耐心可能就会降低。那这边有一个影片也给大家看一下。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Ασπουργίτη.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Μόλις τώρα στο πατέρα, Ασπουργίτη.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η είναι, πατέρα.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η. Σπουργίτη!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Γιατί το κάνεις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Μπορείς να μου πεις τόσες φορές σου είπα, είναι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η! Δεν το καταλαβαίνεις! Πού πας? Δυνατά. Σήμερα ο μικρός μου γιος πριν λίγες μέρες έκλεισε τα μυριά. Καθόταν μαζί μου έξω στο πάρκο όταν ένας σπουργίτη ήρθε και κάθισε απέναντί μας. Ο γιος μου με ρώτησε 21 φορές τι ήταν αυτό. Και του απάντησα και τις 21 φορές ότι ήταν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η. Τον αγκάλιασα τρυφερά και τις 21 φορές που μου έκανε την ίδια ερώτηση, ξανά και ξανά, χωρίς να εκνευριστώ, κάθοντας στοργή για το αθώο μου αγοράκι.那影片相信应该也蛮多姐姐也看过，然后之前我们在读书会啊什么，也很多浅浅都会讲到有这部影片嘛。其实对父母的这种耐心啊，还有体贴体谅啊，其实我相信这个爸爸应该不是失智，他只不过是觉得他的孩子在旁边，然后就是虽然两个在外面这样子坐在一起，可是呢，他们并没有什么交集，小孩就只看着他的报纸然后父母这个爸爸他也希望可能跟小孩子讲几句话，就跟他对话。那小孩你看第一次问
这是什么时候，他还有点耐心。那第二次开始呢，口气就有点不是那么好了。当他再问过3次的时候，你看看我们整个人的情绪就上来了哦。所以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句一句，他不会讲话，我们这样一句一句这样子教他哦，从牙牙学语到他这样会讲话，这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父母呢，我们对父母的那种态度跟口气啦，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大概注意一下，平常或许会忽略，不是故意的，有时候讲话出来这个语气就是这样，那不是故意的。所以当你有警觉到说，我的口气啊有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需要自己去修正一下，或者再跟父母再跟他再好好的聊一聊。有时候他也会受伤啊，当父母我们自己就知道啊，小孩有时候脾气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脾气啊，或许他就觉得他们讲话的口气态度就是这样，但是你听起来你就觉得你态度怎么感觉不是很好，你讲话可不可以注意一下态度问题？当然后学都说我们家有青春期的少女，青春期有时候也是举棋不定啊，有时候脾气一来也会讲话出来都不耐烦。然后呢，我说你青春期就遇上我是更年期的那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所以常常比较会有对立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事后都还会想一想因为他有他的情绪，我没有我们的情绪，那就一定这样才蹦出一个火花来。那但事后我们就是自己要再缓，自己再思考一下，然后大家又再言和，就是把这个关系要再把它磨好。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了。那小孩自己本身他自己的口气也很重要。那当然这自己的父母，我们都自己跟自己的小孩我们都可以容忍。可是呢，我们也常常听很多人在生活，客人来也会分享跟婆婆的相处啊什么。如果今天这是换成是婆婆，可能马上就恼怒了，一句话2句话他就恼怒跳起来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对这些长辈啊，对父母我们反应常常不自觉，都会像这样子。那其实爸爸妈妈都一样，他们也能希望自己可以跟上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有这些同样的话题啊。因为现在的这些科技这么进步然后现在话题不断，他也要勉强自己跟得上时代的脚步他就怕彼此常常忘了在这个背后。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是要从内心来顺从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父母。好，那第3点就是大孝以德拔亲。如果在世间的这个以世间的孝顺，就是要光耀门楣以前的光耀门楣，古时候其实就是说，你古时候的当个一师半子或者中状元当官回家，就是可以光耀门楣可是在我们现在在道场在修行来讲在孝经里面的第1章就有告诉我们，要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我们所谓的一子成道，九福升天嘛我们如果在修行我们好好的修办其实你在度，不是只有度我们这一辈子的父母，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些累世的父母、现世的父母，还有七世的父母，包括一切众生的父母这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这样才可以彰显我们父母。但是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个人树立自己的品格，执行这些正道以外其实修道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走，自己在帮办。我们常常说我们在道场都可以携家带眷的修行也就是说子女可以跟我们一起帮办可是你看我们目前在道场子女会跟我们一起出来的其实也是不多我们2代断层呢，其实大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浅显都知道说啊，我要自己好好的来修办，他知道道很好，他修道也很好，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把孩子鼓励出来，把他引导出来。其实我们道场也很多小孩都有亲口如数了啊，那他从小也就是台理书啊，但是他不一定他会出来道场帮办，那这是我们要审查的问题啦。因为这个又拉回我们之前面讲的言教跟身教，我们从小呢就必须带着他们做，因为我们自己在道场，你觉得道场好，小孩感受不到。那如果我们从小就可以带着他们做，不管你在家里让他帮忙做家事，卖给囡仔做，卖给洗袂清净。你从小以前后学也是很怕麻烦，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来帮忙洗碗啊，帮忙做厨房的事情，或许会觉得我自己做一做就好了，这样子录了跟录就顾很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们都不要动，对，好，我自己赶快速速的解决。可是呢，后学妈妈阿嬷就对小孩很有耐心，阿嬷就让他们就说，让他们在那边洗碗，在那边切菜，不管切的大块小块，反正就是让他们去那边用。可是小孩越做，他就是你小时候做不好，他碗洗不干净，那你就等一下再回头，他洗过了，你再回头再把它冲一冲就好了。你不要不让他做。当他在好奇的时候，他想要帮忙的时候，你不让他做，那等到过了这段时间，长大他有自己的朋友，或者长大了功课繁忙了，他根本也没有时间想要来帮你，他也不想帮了，他顶多他有他自己的事要做，他就不会想要来帮你做这些事。所以说，小孩从小我们要让他习惯，就是帮忙做这些事情。跟我们在道场一样，你今天在道场，不管是做一些无畏师啊，或者是参班听课啊，其实我们都可以让孩子跟着我们一起来。入班参班，他们也是在耳濡目染，这个可以奠定他们的行为，做他们的标杆的，以后也是他们修道的一个基础啦。我们所谓的道化家庭的延续啊，这样才是一个大孝的展现啊，而不是我们自己走就好。因为后学其实也听过蛮多道场，也有一些前贤在讲我们自己就是道场走了几十年了，可是孩子他们没有办法认同。小孩小的时候也都有读经也都有在道场，可是父母从小就是可能只帮办道场的这些事物都出来忙，可是忽略跟孩子的互动。其实孩子也是需要陪伴的，你在陪伴他们的同时，你才能告诉他们你来道场做对他们有什么的好，他们也可以看得到道场的一切，而不是我就走我自己的。那就是跟刚刚我们讲了，洗碗你们洗不干净，我自己弄一弄就好了，不要麻烦。那你这较紧其实都是要孩子慢慢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日常，我们在佛堂我们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你来上课，现在上课很好啊，不是只有以前只有听到就是听经典听道理，可能小孩讲台语也听不懂。现在的道场有很多都是可以听一些青少年班的要让小朋友听得懂的语言，然后用一些他们可以了解的方式，然后带进去这些道义，那孩子他就愿意慢慢的跟进啊，会跟着我们一起来道场，那这样道场才会比较有新生代出来，也会比较有活力啊，而不是一个世代的断层。所以这种我们要立身行道不要只有自己来走，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携家带眷一起把他们带出来。好，那后学的结语呢，孝心呢就是我们的佛心，孝行就是佛行。那后学想要先让大家听一首道歌，这首道歌来做一下后学的结语。
寻着那一种忐忑不安，牵挂的有风吹着，吹得我胸口隐隐的痛，阵阵的愁。心痛了，哭了，碎了，人才能真正懂得，懂得悲伤，懂得难过，懂不懂得都要放手。等痛了，哭了，心碎了，才知道岁月不回头，时间不会为谁停留，懂了以后要把握。心寻着那一种忐忑不安，牵挂的有风吹着，吹得我胸口隐隐的痛，阵阵的愁。心痛了，哭了，碎了，人才能真正懂得，懂得悲伤，懂得难过，懂不懂得都要放手。等痛了，哭了，心碎了，才知道岁月不回头，时间不会为谁停留，懂了以后要把握。爸爸妈妈的岁月一点一滴的流走，别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知道要把握。心痛了，哭了，碎了，人才能真正懂得，懂得悲伤，懂得难过，懂不懂得都要放手。等痛了，哭了，心碎了，才知道岁月不回头，时间不会为谁停留，懂了以后要把握。我望着那白发斑斑皱纹漫步的面容，心祈祷着，愿你平安健康，永远快乐，无烦无忧。好，那影片哈，其实可以看到父母白发哈，真的也是一种幸福了哈。其实在我在大旗经也讲，其实佛他已经涅槃，不在世上了。那我们的父母呢，就是我们家中的两尊佛，所以我们所谓的孝心就是佛的心，我们对父母所做的行为就是佛的行为。好，孝真的要及时。我们常会讲一句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都觉得来日方长啊，等我人生我们觉得来日方长，可是人生总是一种无常。我们都想着说啊，自己生活好过了啊，没有一些经济生活压力了，或者是说啊，工作有空档了，事业有空档了，我们再带父母去哪里玩啊，去哪里吃好吃的啦。但是呢，父母亲
他是否有福气可以等到他们的子女有空了呢？所以后学呢今天的课程参参知知啊，那后学常常在笑说，后学没有什么道学啊，可能就是有胆识而已啊。那可能有一些不圆满啊，或者讲的有错误的地方，那祈求上天慈悲。那也请雅安师还有各位前贤给后学指正。那后学在此呢，感谢各位前贤的聆听，祝大家法喜充满，平安吉祥，感恩。我们谢谢连讲师今天的讲是孝道实践的孝道实践见证了有讲人生五三不等啊，第一就是孝行不可以等，第二是善行不可以等，三是修行不可以等因为你没有孝行，迄好你做袂出来绝对袂使等的，你定要以后你会死大人善事大家拢做爱做啊，对毋对迄嘛袂使等的。第三点是修行袂使等，尤其咱即个是要一世修一世行，尤其咱即个天灾难逢的机会，会当先得而后修咱若要来修，足可惜的。过去要修行学道，毋是这样容易呢，爱去青山古洞去苦修苦练，也无一定有道人得。咱即个还道还得着咱一定要尽孝行善来修行学道。感谢呢过来言讲咱这身教语言教因为伊拄则连讲师讲，伊伫读经班加伫迄个做日照伊感触良多啦。因为咱拢时常像读经班，阮迄个伊人伫读经班安尼伊嘛所以良多。伊倒来时阵会去洗碗，伊妈妈就翕起迄个将这洗碗的、做家事的跑去读经班去着记家长鼓励所以阮迄个伊人是做优秀，我嘛是做优秀，伊当下拢会帮忙做家事。伊就有去参加读经班，有伫遐受着老师的教育所以我感觉讲感觉讲真好就对啦过来讲身教言教，因为咱伫修行学道当中咱拢知影道好，但是呢，当咱来活动的时阵，咱拢就是无从主导，迄个大家拢无带去活动。我会记咱一届去迄个做正和寺院参访的时阵，人因的班是全家总出，有一个弥勒日，规家细汉的老的拢要去活动。细汉的呢去参加细汉的班，老的参加老的班，小汉的参加小汉的班，因大家拢足期待迄日的。我感觉因安尼实在，我感觉讲迄值得咱去效法咱遮较早上，互遐个囡仔拢细汉的时阵，我嘛是拢带去读经班的。但是呢，咱迄阵的教育较无遐完，遐好啦，有切遐积极的对啦。咱迄阵嘛拢鼓励着讲因咧读册呢，读若无好要安怎？咱拢想着因的福报啦，想讲因迄个学习就是爱读册，但是呢，你来活动一个月去一班两班，对伊的迄个做学习观有啥物影响？无影响，颠倒有加分的这个作用但是咱做时大人的拢无想法对遐去拢讲伊还个细汉的，其实你细汉若无拖出来大汉要拖出来真无用意啦。因为呢，咱活动的教育比你校的教育搁较好，因为尤其即摆学校的教育拢是对西
学识上呢，伊对上迄个做公民与道德根本无咧教，毋是上阮细的时阵，阮就抑阁有上着公民与道德，大你迄边呢做人的即个道理，即马无，即马拢讲大你边那去趁钱尔，哦，所以咱来学堂，他会当互咱讲吼，你哪来学做人，啊免呢，哦来修行学道，因为你也看世间，你像阮已经拢迈入。而且，恁还未经过啊，但是阮已经经过啊，阮慢慢体会到老人的滋味啊。啊，你讲互你听，你嘛讲较有可能，你想袂出来，哦，你一定想袂出来，哦。所以老师在讲，没有身临其境，绝对没有印象。你一定要有身临其境，哦。啊，你立其境了，你才有迄个印象。啊，所以你一定吼，身教加言教。重言教，哦，一定吼，个伊是讲身所行，口所言，思维造作，就讲咱一定要有这个思维的，对啦，爱想啦，想看免怎做啦。伊讲小孝是义务拥亲，中孝是义思顺亲，大孝是义德拔亲。对遮嘛讲啊，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非伤孝之师呀。啊！立心行道，有名以后世，以显有好之种呀。哦，咱时常咧听啊，但是呢，知影讲爱进啊，啊，啥个做大学，咱是来修学道，哦，确实对咱是大上大的这个孝顺就对啦，安尼。因为呢，今仔连讲师吼来讲了袂歹啦，迄个咱帅来请电视来做个结语，哦，免请电视慈悲。咱领人，副领人，各位浅显大德吼，大家安安，哦，非常的欢喜啦吼，当然今仔日嘛是沾着咱天恩师德，哦，咱老前人五大牺牲，成前人以及现在领导我们的周前人，副前人，以及点传师各位浅显大德呢，慈悲，当然咱大家呢，会当伫这个线上呢。会当来做伙聆听讲师，他有宝贵的一些道理来供我们更广泛的这一种学习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当然就是透过视讯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像或许参加前几天的那一种点传式的法会，因为新加坡呢吴经理他是想办过来这一边参加，但是他的政府好像不容许了，所以他也就在这3天一样，在他的家里。就视讯跟我们那个前人慈悲呢用这一个视讯，让他可以同步呢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点传式的法会所以这个是在科技上来讲呢，真的是很好那今天呢我们连讲师非常的慈悲啦那么为我们来开示的孝道实践见证那当然领任也有讲到现在呢也许是工业时代那以前对于
道德教育呢，可能比较有去着重。那现在呢，可能减少很多那一种道德的教育，都是教育一些科技，科技。那当然，有受到教育的时候呢，难免还有很多不足。那如果少于道德的教育，那当然呢会更加的凄惨了，所以现在来讲，你看虽然科技发达，但是这个道德沦亡。在或许小时候呢，科技还没什么发达，但是人心都很纯善，都很纯善。那为什么？因为人本来就具足的这一种德性，具足德性就以前呢，前辈者呢，他们都没读书，但是呢，为人处事都是很好的，也不会被外在的这一种文明呢来埋没了他。那当然，当时也比较没有文明他就可以比较能够守住本来的那一种清净。那因为物质的丰富，应该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但是久而久之呢，都被了这个外向而蒙蔽的，所以变成一个功利社会。那当然，在这个道德沦亡当下，那孝道呢，当然也跑不掉。因为孝道来讲，也是在德性里面，也是在德性里面。那当然呢，也是受到考验，所以说呢，不断的针对的这一个孝道呢，当然还是要继续不断的，让我们的一些年轻学子呢，能够来更了解，那更加注意，父母亲呢，母亲怀胎10个月，3年如步10年教育，真的，人讲若无手抱孩儿，唔知影爸母死啦。还没结婚的年轻人呢，看呢好像特想象的当有一天结婚的，真的哭出来了，因为照顾小孩呢，跟那个没有照顾小孩是差很多的，那当然有的年轻人呢，也已经知道照顾小孩呢是很辛苦，干脆就不要结婚，那也不要结了婚也不想生小孩，那当然还是有去考量到经济的。那不过呢，现在来讲呢，针对在这个方面，就会比较有问题。所以呢，在道场不断的能够来一起研究，来凸显的这一个孝道的一个重要，那因为有了孝道呢，其实这个家庭就非常的和谐，对我们人生来讲呢，是最幸福美满啦。那如果没有的话呢，真的就是命运坎坷啦，命运坎坷。那当然，我们有一个生我们身体的母亲，那也有生我们灵性的老母，刚才领人也有讲到这一点，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去修办道？因为老母在三草普渡的时候，在末后一早当中，又这一种天时紧急，我们来看，你看天灾地变，一年不如一年，灾劫越来越多，这也是过去先佛已经跟我们讲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就是一切的祸福，有一句话讲，祸福不门，依人自招。
拢是咱人去做出来。所以讲呢，上天伫即个最后，毋但是降道，要互咱得道，这嘛是咱老母娘当时伫三山坡地末娘的时阵呢，老母娘也跟我们讲，在三旬末节的时候呢，伊会请消失请假信来甲咱讲，爱回天。所以毋知先降下了伫即个大道，互咱了解咱有一个主人。咱有一个佛，包括咱的玄关窍，就是生死门户。那么咱今日已经得到这个道咱要安怎警告了世间友好是大人依主那当然，咱老母她也是非常的担心。这一些原胎活子呢，在这末节年没办法回到未来的无极里天，所以他降下这个道呢，其实也希望更多的原胎活子能够得道修道，在今生今世呢能够圆满那在这样呢。真的就是圣还如意了，所以说各位浅显呢，我们都已经得到了。那在如何帮忙我们老母找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来度化他之外，一定要成全。各位浅显，如果过去有渡人的，一定要请我们的干部。协助我们要再去给他缓亲，鼓励，让他们能够更有机会来接触到这一个道场。第一，我们可以学习疗院，那也尽到我们对老母的一个孝，那也可以对我们在世的父母一个大大孝。因为我们累积的功德，九贤七子尽沾光嘛，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能够建立功德，把握在当下的同时呢，我们真的各位浅显大德，当然后天很忙，其实先天比后天更重要的，因为人生无常。你看宜天的女儿，好像是30几岁，她也不知道这么早就会离开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或许要讲的就是人生的无常不是年轻就不会死掉，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握在当下为重，做的就是我们的。点点滴滴天际前所以说呢，我们在道场能够学习的期望各位浅显大德一定要多学习能够帮办的大家在忙中脱闲便是闲那这样能够创造圣还如意那我们可以行功了愿，道场可以弘展，兄弟姐妹更多呢。能够得救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或许也不要再耽误了我们还有一个盛事那最后呢或许在这里感谢我们雷恩讲师的慈悲那这段时间来呢也非常的辛苦啦也要先天也要后天。那今天呢在这个孝道呢也阐释的非常的好那希望我们往后呢大家能够更好，道场更好，感恩。感谢点恩师慈悲。好，谢谢点恩师慈悲。那我们现在闭班，大众请起立，一起闭班，向无极老母行3级公礼，全道1级功，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恩师慈悲鞠躬，
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玉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大家再见。